Hello， 大家好，有我謝飛 Daniel 啊。2025年咧，我就去咗呢個嘅澳洲啦，同埋主要係非洲啦。咁翻嚟之後咧，啲朋友就問我究竟非洲有冇玩啊？西非呢個地方安唔安全啊？咁今日條片咧就想同大家分享翻我喺呢2個月嘅時間啦，去咗澳洲同非洲翻嚟。咁究竟有啲咩嘅感受咧，同埋當地嘅情況係點樣咧，都同大家可以俾一啲嘅旅遊嘅 tips 大家啦。咁今次旅程我由屋企啦，溫哥華出發啦，就去呢個嘅澳洲啦，跟住就再落非洲。啲人問我點解你要經澳洲去非洲咧？咁其實因為我之前咧揾到一個比較性價比好高嘅船咧，就喺澳洲咧呢個嘅 Sydney 咧一路去到呢一個嘅呢個南非個 Cape Town 呢個開普敦嘅。21日嘅時間，每人係13蚊美金，即係每日大概係62蚊美金啦。21日包食包住係好平嘅。咁因為我喺溫哥華坐飛機去非洲咧，個機票都唔平嘅。其實來回咧都要成大概2000蚊加幣啦。咁但係如果你坐船嘅話咧，其實有20幾日喺船度可以包食包住啦。咁其實相對嚟講咧係比較划算同埋抵玩嘅。咁而中間亦都經過喺印度洋嘅毛里求斯啦，咁亦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翻，我有10樣嘢，大家都可能未注意到嘅。咁去非洲，第一我都去過有唔同嘅國家啦，但係今次我主力去西非嘅 West Africa。咁呢個地方咧係比較少人去啦，相對嚟講，因為佢係殖民地時候所興建好多嘅一啲嘅殖民地色彩嘅一啲嘅城市啦，即係特別係葡萄牙、西班牙同埋呢個法國。咁所以佢哋嘅色彩嚟講啦，好多都係有充滿咗嗰種嘅歐洲嗰種嘅文化喺裏邊，特別嗰啲嘅堡壘啊，同埋佢哋嗰啲嘅建築啊，或者係嗰啲嘅教堂啊，都係好歐洲式嘅。安唔安全咧？咁其實相對嚟講，非洲西非咧大城市嚟講啦，特別首都啦，同埋沿岸嗰啲嘅大城市嘅港口咧，基本上咧喺旅遊區咧都係安全嘅。我會覺得係喺南非啦、納米比亞啦、摩洛哥啦同埋毛里求斯呢幾個地方咧，係比較嚟講咧係可以比較適合深度遊玩同埋相對安全一啲嘅。咁但係南非有人同我講就話，因為當地咧每一日咧佢哋個謀殺率都有成30人被謀殺啦，嗰個即係 crime rate 都好高嘅。咁我會建議就係大家，如果你係去南非咧，唔好夜出夜街啦，同埋主要集中去旅遊區啦。住嘅地方咧都係揀一啲比較係遊客區同埋一啲比較貴區嘅地方住啦，就唔好揀一啲比較平嘅一啲嘅區啦。同埋我會建議就係自助遊啦，因為我今次喺南非係自己揸車有幾日時間啦。咁我喺開普敦啦，呢個 Cape Town 咧，其實就係比較安全嘅，相對嚟講約翰尼斯堡。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啦。咁自己揸車自駕遊，點到點同埋去旅遊嘅主要嘅旅遊區咧，其實都係相對安全嘅。其實除咗南非之外，非洲好多國家咧個交通都係非常混亂嘅，而且咧好多時候塞車嘅。我舉一個例子，我喺呢個嘅象牙海岸啦，我哋就冇根據船公司嘅團，就叫咗個 Uber 去一個以前嘅舊皇宮嗰度。當中咧，因為成條路咧係好多車，同埋啲橋啊塞車塞得好緊要。咁有好多遊客咧，佢哋遲咗出發之後咧，去到一半路咧塞咗成2個鐘頭喺公路上邊咧，跟住佢都驚夜晚翻唔翻嚟嘅船度咯，黃昏開船，所以佢哋就選擇唔去啦，停咗喺度啦，就翻返轉頭。咁我哋就一早出發啦，所以咧就去得到。咁但係回程嘅時候咧，條路發生交通意外喎，啲車塞晒喺度。咁所以咧喺當中咧，你會發覺到好多嘅車咧已經排成幾公里嘅長嘅車龍喺度。咁根本就行唔到啊，所以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即係混亂嘅城市啦。咁但係咧跟團係點樣咧？佢哋嘅船公司安排嘅團咧，原來佢一架旅遊巴士咧係有警車同佢開路嘅，所以就算塞車都唔緊要，警車同佢開條路之後咧就可以直出直入，就真係
塞車都唔對佢問題唔太大咯。所以呢樣嘢咧，就如果大家係真係要去睇呢啲嘅地方咧，特別係好短嘅時間，黃昏就要上船，唔去到夜晚嘅時候咧，大家就跟船公司團咧就比較安全一啲啦。如果搭唔翻隻船咧，就比較麻煩。但係有一樣嘢要記住，就係船公司嘅團咧喺非洲呢個行程嚟講咧係非常非常之貴，平均一個人都要大概成200到300蚊美金一個團，要睇下去咩地方啦咁樣，咁所以係好貴嘅。今次我坐遊輪去玩呢個西非啦，坐呢個 Norwegian Dawn 啦，呢個嘅挪威晨曦號嘅遊輪啦，就行喺呢個 Cape Town 南非去到呢個嘅歐洲嘅里斯本落船啦。其實咧個行程係都有成18日，都踏足咗有成7-8個國家同埋9個地方嘅城市啦。每一個暫停咧都係主要係港口城市或者首都，落地玩嘅地方咧都係集中喺嗰啲嘅城市裏邊咧。其實作為一個深度遊咧就係唔夠嘅，只不過好皮毛可以睇一睇究竟西非呢個地方啲國家究竟個特色係點樣啦，係純粹一個初步一個嘅見聞啦。但係如果你想深入啲了解咧，一定要跟當地嘅團去深度遊。咁如果大家玩咗一次之後，覺得每個國家你覺得好有興趣嘅，想再去玩嘅，咁我都建議大家可以下次再去呢一個地方嘅時候，跟一啲比較深度少少嘅團啦，可以玩獨立嘅國家。另外一樣嘢要同大家分享咧，就係最近可能呢10年或者8年裏邊嚟講咧，其實中國影響都好大。所以喺非洲嘅地方咧，其實喺西非好多國家咧，其實都好多嘅中國建設，特別幫佢起橋啊、起路啊，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好普遍嘅現象。當地好多嘅橋咧，原來係中國起嘅。咁同埋咧，亦都好多嘅中國領事館啦。咁今次咧，我喺呢個嘅聖多美島咧，入咗個中國領事館，行過一個好大嘅領事館，原來係中國嘅。咁入咗裏邊都有啲去行個圈啦，咁亦都係影低1-2張相留念啦。所以我哋亞洲人嘅面孔咧，去到非洲咧，相對嚟講比西人咧係更加受歡迎。其實整體嚟講，我發覺喺非洲咧，其實個旅遊嘅地點觀賞咧，唔算係真係好多嘅，亦都唔算好吸引啦。對比咧喺東非咧，肯亞、坦桑尼亞或者埃及咧，睇啲金字塔同埋睇呢個野生動物咧，當地係更加好玩。西非較特色嘅咧，呢個塞內加爾 Senegal 啦。你可以去到非洲最西嗰個點啊，咁你可以喺嗰度咧，即係影下日落啊，同埋打卡影下相啊，咁呢個都係比較特色少少嘅地方啦。咁同埋喺聖多美咧，原來呢個地方呢個小島呢個國家咧，你可以去到佢哋有一個嘅位置咧，即係佢啱踏咗赤道上邊嘅，可以上邊可以影下相作為留念啊。但係因為條路咧，即係聖多美，如果睇翻我條 video 嘅時候，其實啲路好窄嘅，咁大家可以係去嘗試去啦。咁但係如果唔去都冇妨嘅，因為其實即係好遠嘅，即係起碼成2個幾鐘頭，即係再2個鐘頭落翻嚟，其實都比較係交通比較長啦。咁我情願可能留翻喺啲市集啊，或者係啲唔同嘅地方去行下啦，可能就比較好啲。同埋有一個瀑布嘅，咁喺個 video 喺聖多美島都有曾經介紹過啦。當地嗰個嘅換錢情況係點咧？你帶歐羅或者美金咧就已經足夠噶啦。可以換少錢嘅話咧，你可以直接用個 ATM 你個銀行卡啦，喺當地銀行可以攞錢提取啲 cash， 用少少嘅零錢攞嚟買嘢食啊、搭車啊，或者係消費啊咁樣，或者紀念品啊都係 OK 嘅。簽證方面啦，咁簽證咧其實咧就加拿大護照咧去呢啲嘅非洲國家咧唔需要簽證嘅，就非常之方便。但係咧我喺船上撞到有啲嘅喺國內去嘅朋友啦，佢揸中國護照咧，佢哋喺中國咧都要簽好多證，佢哋話大概要成2000蚊至3000蚊人民幣啊，係非常非常之貴。但係香港我睇過下，其實個香港護照咧、特區護照咧，基本上有部分國家要簽證，有部分國家可以到當地咧先可以簽一個落地簽證。咁有幾個國家係唔使簽證嘅，咁要睇翻你揸咩護照啦咁樣。咁至於去非洲使唔使打針啊，或者嗰個衞生情況係點咧？咁去非洲咧，其實係需要打針嘅，係一定要打一隻叫做黃熱針，叫 Yellow Fever。咁喺加拿大咧，我 check 過晒咁多間嘅嗰啲嘅 clinic 啦、旅遊診所啦，
平均嘅消費咧都要大概300至350蚊到，有啲甚至乎400蚊，即係都唔平嘅。咁但係咧最平一間咧就係London Drugs 啦，佢咧就係有一個點啫，唔係間 London Drugs 都可以打得到嘅。喺北溫有一間 London Drugs，佢哋提供有一個嘅旅遊嘅 clinic 啦，可以幫即係我哋打針啦。我係上次打連埋稅咧，大概係203蚊左右啦，203蚊到呢個加幣啦。咁所以基本上去非洲呢個黃熱針一定要打，而且個費用好貴。但係佢揸完之後咧，有一張嘅黃熱嘅 certificate 一個證書，終身就可以用得到噶啦。所以你只要 keep 住嗰個嘅疫苗證啦，嗰個 certificate 咧，咁你去下次再去一啲國家需要呢個黃熱嘅針紙嘅時候咧，你俾佢睇一睇就可以 OK 噶啦。至於喺呢個西非嘅上網情況係點咧？好多人都會買一個叫 SIM 卡啦，就可以喺當地網上用啦。但係因為西非咧國家嘅網絡咧同埋呢一個嘅電信公司好多都唔同嘅，你唔可以用一張卡可以行晒咁多國家啦。好多地方咧都係唔係好兼容嘅。咁但係都有啲嘅卡可以用嘅。咁我 check 個網上嘅價錢咧都成30-40蚊美金起到大概100蚊到美金啦。但係佢都唔係 cover 晒所有嘅國家，同埋有啲地方咧佢嗰個上網嗰個擊數咧都好少嚇。當地咧，因為如果你用佢哋嘅電信公司，其實好多時候咧個網上嗰啲嘅電信咧，其實都比較接收得好差嘅。我朋友買咗張卡去嗰度用，其實好多時候都收唔到，係咁轉。如果你獨立玩一啲嘅國家啦，譬如我今次喺南非啦，同埋摩洛哥啦，我就落到當地先喺佢哋嘅電信公司買，就知道邊一張卡係最好嘅，同埋咧會接收夠穩定。如果大家想睇翻我呢個非洲同埋澳洲嘅行程啦，咁大家可以睇翻我以前嗰啲片啦，可以睇翻唔同嘅地方嘅介紹。下條片咧，我繼續分享咧喺北美洲，特別係美國啦。我買咗佢哋1年嘅叫做annual pass 去佢哋嘅國家公園，喺全美國都可以入得去玩，80蚊1年美金。任何全國嘅國家公園咧都可以免費入場嘅。咁同大家分享翻美國一啲嘅大自然嘅景色。咁記得 follow 我，繼續我個頻道啦，同埋繼續睇我嗰啲嘅旅遊嘅片段啦，同埋 tips 記得俾個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條片啦。下條片再見，拜拜。